最近台湾正上演一个史诗级的这个大剧，就是斯卡罗，那获得非常多民众的一个喜爱跟肯定。那里面有一些在府城的场景，其实就是在我们安内影视基地来做拍摄的。这一个影视基地有分3期的计划，目前正在进行的是1期，所以后续的4年还有2期跟3期。在1期部分完成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剧组也进到这个园区来拍片。未来安内影视基地会成为台湾一个拍时代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视基地。那届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参观这一个属于台湾人的影视基地。那我们全区使用的面积有2500平，有3条大街，然后3条小巷，然后有3个广场，1座城门。然后还有一个安平港，对，那全区有42栋，有可以陈设63个店面。这个建筑我们都是有请历史老师，就是成大的建筑系的学生们，对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料、参考资料，我们就比如像我们那个城门，那个尺寸都是他们给我们的，对，完全有照历史的资料去盖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盐水的安内糖厂影视基地，是台南市政府和文化部合作的首座影视基地。公共电视近期播出的历史剧《斯卡罗》，就是在这里的时代场景，清代汉人世街拍摄。这里打造明清时期台湾府城街坊样貌。台南市文化局预计之后将推出盐水古镇小旅行，开放电视剧拍摄场景的清代府城街景，让游客穿梭盐水的历史巷弄及百年建筑，还能品尝在地美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很谢谢这个文化部还有谢谢中央各部会这样长期以来的帮忙。那当初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这个公视的大河剧，然后他们做了这个想说这个报警跳来像科秀，但是留在我们南部这个地方这个不管是清朝的，或者是荣丁时期的或者是这个战后的，我们有不同的场景，将来也会能够不仅成为拍片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也是成为将来一个民众来这边观光的一个据点。那另外在盐水小镇，我们也谢谢交通部观光局也是很帮忙那个地方列为重点的这个特色小镇，所以不管在月津港的部分这除了治水之外，还可以变成一个文化场域，变成发展一个1府2路3艋舺4月津，就是减水，会当成做一个未来台南溪北发展的重点之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议会第9次临时会上午进行联名的请愿案，罗德高反对设置太阳能供电的专案报告，由市府经发局针对该案对丢失、画设加许可的过程做专案报告。现场罗德高反对设置太阳能供电的自己会成员。伫个会长邱家明的带领，嘛出席旁听，并且提出维护居住权的权益。现在芦竹沟光电厂都已经建好了，结果我们与村民的那个监督委员会还没成立，那哪来的监督？然后现在热岛效应就算了，因为热岛效应已经有高温，我们在村庄里面就是很热，然后。现在就是前几天还发现了，就是噪音，它整天都在的噪音，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回到家，不管它有没有在噪音，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幻听了。就是这个部分是新的市政，然后政府真的要重视。现在他们台电在送电嘛，造成噪音，整天24小时很吵，而且因为我们都是要整天都要去
海边工作嘛，中午都会回来休息，可是没有办法休息啊，就是一直然后就只有他们，声音很吵，很吵。没打紧，今晚很热，因为他们光电板在我们离1.5公尺太近，离居家太近了。我们像我住在旁边，我真的很热。会中对该案提出申请，召开说明会，以及该地为何被公告为不利耕作区，甲地站的下涵区等，要求经发局甲农业局来说明。我想在这个经发局的那个报告里面有提到。那个是由我们106年9月21号农委会提出划设它为不利耕种的区域，所以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绿能的一个设施。但是这样子认定它是不利耕种，这个立足点可能让居民觉得没有办法信服，因为事实上附近就是在企鹅啊，附近就是有种植。为什么只有单这一区不适合种植，不利耕种？我们农业局这个部分，你应该提出更有效、更明确的一个数据。咱农地来种一寡农作物，不过伊农委会就是讲，伊伫迄个105年6月时阵，有发公文落来地方咧调查，希望讲伊是6月15发公文出来，伊迄个希望讲地方政府伫迄共个月6月30以前，盘点讲咱。差不多伫咱台南市地区，有一寡是迄个较无咧使用，无咧做农业经营的土地，所以咱阵才紧发文互公所。局长，无咧使用较不利耕种是无共款哦。除了不利耕作区，另外专区内嘛有23笔的私有土地，议员担心会影响土地所有权人农渔民的权益，以及太阳能板距离主体到底要有几公尺的距离限制。加上最近太阳能板的运作，除了热岛效应，还佫有低频噪音，互当地居民真正挡袂牢。议员要求市府单位应该加强监督，该开发就要开发，若无将要求公部门去现场来办公，亲自体验看卖。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位伫台南北平的后壁区，毋定是关君美的故乡。伫2019年，嘛曾经得到第1届台湾经典小镇的殊荣。不但具有乡村的风光，而且还有文化古迹、甲高的人情味，吸引热门的野市来取景拍片。对此，市长黄伟哲日前嘛前往青寮的老家，为淑女村来开幕，希望带动青年回乡，将农村的文化甲青创、文创来结合，让农村更再生。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搭上淑女养成记的热潮，来看到我们后壁青寮的淑女村的一个开幕。那其实善用观光财，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台南，这是本来就是大家公司部门共同合力的目标。那因为华视推出了一个很好的剧集《淑女养成记》，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了解都市 OL。他们回归到乡村的时候，故乡的时候的一个心境调试。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在这部分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艺术成分它的艺术价值，我们真的很感谢。但是在观光上是非常非常具有加分的。暖氏家族这边最后就愿意开放那个淑女的剧情，然后让我们来做一个修缮整理，然后开放给民众来参观。那我们已经募集了大概10几位的年轻伙伴，一起回来这个故乡，一起来创业。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概念，就是共享，大家共同分享彼此的资源，共同创造不同的价值，然后一起共好。近年来，因为淑女养成记的热播，为伫青寮老家后壁商圈顺势打造淑女村，包括有米甲、中药行、甲家具店等，加上原本的五米乐的景点，现在成为吸引游客、旅游观光加打卡的热门景点。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由社团法人台南市观光协会申办108年度文化观光休闲产业从业人员的职前训练，加109年的后续扩充。开办职人手感的烘焙专班、餐饮加旅宿业基站管理人才的培训班、农产品的加工制作加礼品的包装行销等。日前完成结婚，
并且举办联合的成果展，邀请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长刘邦栋、台南大湾东百货店长徐胜斌，甲观光协会理事长尤义峰共同出席启动仪式，并且为学员来加油打气。其实我们到在地里边走动，不是只有吃吃喝喝，我们来到一个有特色的地点，最重要的是当地的导览解说人员可以能够将当地的地景风貌以及文化做一个非常精彩的说故事，让外地的人可以有滋有味的了解当地的文化风情所以今天的职训成果展，除了展现职训成果的成品、美食之外，那么我想我们也特别设计了说故事，让在地人跟我们外地的游客可以了解台南后站以及我们南宁的风采。真欢喜会当伫这个火车头后壁远东大圆摆远东的大圆摆直接来举办着阮的成果展。这届总共有10档，包括这个手机摄影啦，娱乐啦，做蛋黄酥啦、咖啡啦，甲迄个是一寡泡菜、咸粿啦，这类的会当大家来做一个成果，互人了解讲台南市观光协会对这个教育方面的能力相当的好，尤其咱这届。甲大啊分署长专程来遮，甲咱斗恭贺，咱这届的活动非常的成功，希望咱乡亲，恁若准做有想要学职业训练的话者，会当来咱观光协会报名。这届的成果展有烘焙餐饮、饮料咖啡、美食桌游、甲导览的解说和手机摄影等。吸引媒介的民众到场参与，透过展示、体验、解说等方式呈现。现场还有丰富趣味的生态种植的彩绘 DIY， 让民众来接触大自然，以及蛋黄酥的制作体验 DIY 等，吸引真侪亲子共同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6号上午整合各局处的资源，并且伫这些餐饮、民俗业者的配合，宣布发行全新版本的台南好康券。并将照伫9月6号到明年2月6号来台南大合法的饭店甲旅社，会当免费享受超过500种的优惠，展现台南人好客热情。今年的好康券实际上让人家感觉加值再加值，加码再加码，而且不仅是募集的礼品这个赠品增加，奖品增加，还有我们参加的这个。我们旅宿业者以及我们的商圈业者也增加。那我想说，这个部分作为今年振兴券的加码，也作为台南购物节的加码，也跟好康券一起能够带动更多的好朋友来台南。记者会中，市府嘛强调，除了有店家优惠，嘛有好康四重奏，透过无同的族群，打造无同的旅游方式，订了下载电子免费坐车。伫限定的期限，就是免费当坐市公车，加上加买代替相同巴士甲租车拢有优惠。另外，市府嘛提醒民众消费发票单一笔满100块，也可以当到台南购物节的网站登录参加抽奖。强调来台南就是1摆消费2摆抽奖。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
经过2个月赛程，2021年台南文旦冰杆比赛成绩出炉，上午在延华市政中心举行表扬仪式，由市长吴伟铁亲自颁发匾额。今年比赛已经迈入第7档，总共有80名农友报名。经过公园管理、甲外观、甜度、肉质等项目来评分，最后有25名农友得奖。上届请赢就是麻豆区桂里春梅摕下特等奖，成为台南文旦王，场面相当热烈。恭喜恭喜头等奖3位，恭喜得奖的企业，谢谢恭喜。市长吴伟铁除了恭喜所有得奖者，肯定农民栽种的用心，让台南文旦的品质挂保证，口味嘛愈来愈好。市长提醒大家，文旦卖完，千万唔通摕别个所在文旦来卖，会拍歹台南的金字招牌。咱台南文旦是上早卖了，希望除了完售之外，我们还开辟很多的市场。那不管是外销内销，都要再努力，再开拓更多市场。安尼都没有起价，没有欠回，安尼较对所以要拜托各位，但是拜托。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咱咧家己的文旦卖了后，不管是麻豆的、下营的、官田的，卖了莫摕别位的文旦来套揽啦。你摕别位的文旦迄人比较起来就知影，定你食文旦的人迄比较起来就知影，你套揽迄个金字招牌讲歹去了，下回就无啊会长家己大学教授吕明雄甲在场的贵宾拢相当学乐，台南文旦冰柑的制度相当严格，竞争者的水准嘛相当的高，嘛互品质愈来愈稳定，期待外销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甲一般年轻壮年因为情绪甲压力造成急性的失眠无同，老年人的慢性失眠因为褪黑激素的浓度降低，甲困眠的结构改变，深睡期的减少，容易有困眠的障碍，而且慢性的失眠嘛甲一寡疾病有关系。对此，台南市立病院推出中西医的联合诊疗，希望借由正确的辨证用药，改善患者失眠的问题。那中医的话，可以搭配西医。去做治疗。那中医治疗的话，它可以帮助减轻安眠药的副作用，像是头晕啊、嗜睡跟记忆力下降等等。那同时它也可以就是改善安眠药的戒断症状，就是让你可以慢慢的减少安眠药的剂量，也不会出现反弹性的失眠。所以中医跟西医一起合作的话，是可以有效改善病人的睡眠品质的。失眠主要可以分成就是入睡困难、浅眠易醒跟多梦这几种症状。那入睡困难在中医主要是跟焦虑的情绪有关，所以我们中药会使用一些疏肝解郁的药物，像是柴胡啊跟龙骨牡蛎。那浅眠易醒的话，主要是跟肾阴不足有关，所以中药的话会使用一些滋阴清热的药物，像是阿胶、知母跟酸枣仁。那多梦的话，主要是跟心火旺有关。那心火旺的话，会使用一些可以清心火的药物，像是黄连、莲子跟百合来做治疗。医师表示，因为有不少人会患了安眠药的成瘾问题，不但会愈吃愈重，而且会有头壳晕、日时倦怠、嗜睡等副作用。因此，透过中西医的合并治疗，不但会用降低安眠药的用药，嘛会用借由中医来改善个人的困眠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老人人口快速增加，预估2025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辈骨质健康嘛成为重要课题。因为将近8成患者拢是骨折以后才知有骨质疏松，而且竟然跟他拍卡枪就造成腰胛骨骨折，并不是单纯筋肉有着伤。就打这样一打喷嚏以后，哇，感觉到哇这个背部怎么很痛啊？啊痛了以后我就到医院旁边那个诊所去看。那医生初步检查一下说，哦，你这个背部感觉有一点扭伤的味道哈，那你这个要看看去是不是到医院哈，去仔细再做个检查。最近就诊间发现一些患者不小心打喷嚏，造成了严重的下背痛，到外面的基层诊所做了简易的一些治疗，因为误以为是一个肌肉的一些拉伤，
后来被转来这边，我们帮他做一系列的检查，才发现是一个腰椎的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一个骨折。那当然，我们也高度怀疑是不是有骨质流失或者严重的骨松造成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帮他排了一系列简单的 X 光片做筛检，所谓的双光子 X 光的骨密度仪，后来也确诊是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当然年岁愈大，器官老化无法度避免，不过有一寡简单的自我检测，包括身高倒球超过4公分等征兆，就要怀疑是骨松骨折高负欠群。两早有医生透过专业的骨密度仪器来筛检预防。我们可以简单测量我们枕部头脑部这个叫枕部跟墙壁的距离。如果你平贴的时候没办法完全的平贴，只要这个距离超过所谓的4公分。或者是你的身高比你巅峰的时候矮了4公分。另外就是我们摸我们侧边，这叫肋骨，这叫髂骨前上棘。这个距离如果小于2个指幅，我们还是高度怀疑会有所谓的骨质流失或骨质疏松带来多节压迫性的骨折的一个问题，还是建议还是要到医疗院所做一些更准确的检查。但健康医师都要透过门诊甲手术来医治患者，嘛积极配合病院、清理社区甲学校来宣导预防重要性。同时，身兼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副秘书长，专心导入个人医疗保健，和高雄荣总台南分院得到2020年世界骨松协会评定为最佳职业当奖，相当难能可贵。在老化的台湾里面，我们更要提醒，不然就台湾目前不到30分钟就有一个髋部骨折等着医生来做手术，看似非常大的一个骨科医生喜爱的状况，但其实如果这样的状况发生在你的家人、你的长辈，甚至是未来的你是不是更该提早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骨松因为无明显镜头，只有顾好骨本，透过运动增加静脉力量，加上饮食平衡，才会当避免跌倒，甚至拍卡墙的骨折风险。今日新闻顾问及何乔邦专题报道。基美医学中心急诊观察的病床总共有76床，每个月平均就医的人数将近1万人。对去年配合防疫，对陪探病家属出入的管控以及病人家属照顾的需求，伫今年初推出钟点照服员加就近的送餐服务，提供病人家属短期照护休困的时间。因为我们为了要让病人做更好的医疗照护品质，所以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推动了全人的照护，如同像病房一样的照护品质。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呢，是因为病人的照顾需求，因为病人的照顾需求，他必须要一直需要有人在旁边看顾他们，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发想。钟点照服员服务呢，是因为它要符合病人跟家属的需求，提供他们短时间的照服需求，是短时工时，让他们有一个弹性工时的时间，让家属也有一个喘息的空间。那在就近送餐服务方面的话呢，因为急诊室的话，家属之前都是需要到外面去购餐的。那如果我们推行的这个就近送餐服务，让家属在床边，也就在急诊室里面，就可以获得到由营养科所把关的一些餐点，其实营养价值也是相对性的提升跟提高的。受到人口老化加少子化的影响，病院这项钟点照服员的服务，确实得到病人家属高度的需求，加上营养科就近的送餐服务，嘛用减少家属出外来购买餐点的时间。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